加拉太书第2章。14年后，我老巴拿巴又转去耶路撒冷，并带领提多共下去。我都转去耶路撒冷，是照主的启示。我私下去见基督有名望的领袖，对基督说明我在外邦人中间所传的福音。因为我无爱，我先前也是掠下3万做的上做空空。同我共下去的提多，虽然是希臘人，也無人勉強其接受割禮。喊其接受割禮的，是基督假作兄弟，偷偷加入教會的人。基督人像偵探一樣投入來，愛探我到信基督耶穌所得到的自由。基督的目的是愛喊我到做奴隸，對這班人。我哋從來唔識讓步，我哋按樣做，係愛為你哋保存福音嘅真理。論到基督本人看作有名望嘅領袖，基督嘅地位高大，對我並無爭差，因為上帝唔係憑外表來判斷人。我係講，基督有名望嘅人，並無喊我接受乜嘅新嘅知識。顛倒，基督看出來。上帝將傳福音本外邦人嘅任務交俾我，就像佢將傳福音本猶太人嘅任務交俾彼得一樣。因為上帝用佢嘅權能，使我上做外邦人嘅使徒，就像佢使彼得上做猶太人嘅使徒一樣。雅各、彼得、約翰，這3個有名望嘅教會識處，既然對上帝將一特別嘅使命交俾我，就同我老巴拿巴握手表示合作，大家同意。巴拿巴老我應該去外邦人中間做工，基督在猶太人中間工作。基督要求我哋嘅只有一項，就是關心耶路撒冷信徒中嘅窮苦人。這本來就是我一旦熱心所做嘅事。後來彼得來到安提亞，因為佢有明顯嘅誤錯，我就當眾責備佢。事情係咁樣，在雅各所派來嘅人忙多以前，彼得同外邦信徒共下食飯，仲係基督人一多，佢就3週假作無同基督共下食飯，因為佢驚基督主張外邦人而接受割禮嘅人，其他嘅猶太信徒也聽等彼得做樣嘅，像無原則嘅人，甚至連巴拿巴也受基督嘅影響做假。我一看到基督無照福音嘅真理行正路，就當眾對彼得講：你係猶太人，仲係你嘅做人像外邦人，唔像猶太人。咁樣，你樣辦做得勉強外邦人學猶太人呢？冇唔錯，我掠到人出世。就是猶太人，唔係稱作外邦嘅罪人，仲係我到底上帝本人同佢有正確嘅關係。稱作義人係通過信耶穌基督，唔係靠遵行摩西嘅法律。我到也信了基督耶穌，係愛通過信基督本上帝稱作義人，唔係靠遵行法律。因為無人做得靠遵行法律來本上帝稱作義人。咁樣，我掠到追求因為信基督來本上帝稱作義嘅人，結果那同外邦人同樣還係罪人。掠咁唔係講基督害我到犯罪嗎？絕對唔係，因為我那重建自家所拆脫嘅，就證明我係違反法律嘅人。對法律來講，我係本法律處事嘅人，咁樣我就做得為上帝來生。我已經同基督共下當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掠下上等嘅唔係我自家，係基督生在我地背。我掠下在肉身嘅生命，係通過信上帝嘅來生嘅，佢想我為我灑脫生命，我唔棄絕上帝嘅恩典。那些人做得通過法律來同上帝有正確嘅關係，基督就係拍死的。